佔地係超過8200平方米。你知唔知道全世界最大嘅無印良品喺邊呢？唔係喺東京，唔係喺大阪，而係喺奈良。咁呢間無印係2025年3月1號開嘅，佔地係超過8200平方米。咁入邊有9大主題，包括咗衣食住行啦，展示咗超過7000件商品，幾乎係涵蓋晒無印良品嘅所有產品。咁最值得一提入邊係有呢個 Remuji 嘅回收再利用專區，提供家具維修啦、保養同埋二手商品銷售，可以推動呢個資源環保。我都係第一次喺無印裏邊見到咁多二手嘅家私。有冇人話俾我聽呢條魚有咩用啊？咁啊，中間仲有個好似小型遊樂場咁啦，就算你帶小朋友嚟都唔驚悶親佢。入邊亦都有餐廳可以俾你坐低食飯嘅。嗱，呢本書都算係我咁大個仔見過最貴嘅一本書。唔好意思，36萬yen。咁其他無印嘅產品都應有盡有啦。咁比較特別係呢一個俾你試聞香薰嘅裝置，咁你可以逐個味道試下，揀翻你自己心水中意嘅香薰。咁最後我就喺個咖啡區嗰度買咗呢個奈良特製嘅咖啡豆，翻去試一試。咁大家記得，如果下次離開奈良嘅話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